《尋秦記》電影版有誠意，亦都有野心嘅，但唔算成功喎。我俾佢6.5分。呢套戲本質上咧係對25年前 TVB 經典劇集《尋秦記》嘅延伸同致敬嘅。而家個古仔內容咧已經完全離開咗原著小說嘅範疇㗎啦，屬於重新創作嘅。呢部片咧保留咗大量 TVB 作品嘅套路，就係重視戲劇效果、重視情感、重視情懷，但對劇情邏輯同人物動機合理性嘅鋪排咧，明顯係忽略咗嘅。我自己係 TVB 出身嘅，佢係我嘅母校，我好清楚 TVB 嗰套劇本嘅創作模式就係快打慢，效果行先，係長期養成嘅習慣嚟嘅。呢種電視劇思維一搬到電影度咧，就直接影響咗電影講古仔嘅完整性同合理性啦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呢部戲係用劇集嘅腦袋想拍一部電影級數嘅時空大片，結果就係情懷有啦，場面有啦，人都齊晒啦，但故事邏輯嘅地基咧係鬆嘅。電影保留咗大量 TVB 原劇嘅角色，包括2個老婆啦、家族成員啦、生死與共嘅兄弟啦。呢份港式情懷喺香港觀眾面前營造得非常成功嘅，而且好受落。主題曲一響就已經起晒雞皮啦。加上古天樂同林峰嘅師徒情、角色互動、對原劇嘅致敬位，熟悉嘅劇集嘅觀眾咧一定食到正㗎啦。所以香港票房好理想下，衝到近億啊！但對內地主流年輕觀眾35歲以下嘅人嚟講咧，佢哋對呢套戲咧係冇情感連結嘅，上述細節唔會引起任何共鳴。對佢哋嚟講，呢套戲只不過係一套現代人穿越反秦朝打仗，角色多、劇情散、邏輯亂，自然唔願意埋單。所以內地票房只係3億左右。再宏觀少少睇啊，呢部戲咧其實喺市場判斷出咗方向性嘅錯誤嘅。呢個題材加上九龍城寨上完唔係好耐，同樣係古天樂、林峰做卡士嘅大型古裝動作片喎，本身唔係冇機會喺內地市場衝到10億或者15億級別嘅。你睇下佢有 IP 啊，有特別嘅時空穿越嘅設定，有動作又有情懷，基本條件係唔差嘅。但創作嘅重心明顯擺咗喺完成一次情懷嘅回歸，而唔係由當代觀眾嘅審美標準出發，重新設計故事嘅結構同人物嘅設計。咁講翻啲優點先啦，因為優點確實真實存在嘅。古天樂同林峰嘅演出係 OK 嘅，尤其2個人喺 ending 戲裏頭咧，古天樂用刀挾持住林峰，古天樂心軟想垂手啊，林峰握翻佢對手提刀，怕啲手下唔生性殺咗古天樂。呢個設計係唔錯嘅，最後古天樂更講到一直都將林峰當係仔嚟，而林峰都有同感。呢段將電視劇延續落嚟嘅師徒情，俾啲粉絲可以冧足成晚唔使瞓㗎啦。此外咧，動作場面都係利落嘅喎，節奏唔拖泥帶水。洪金寶做動作導演啊，近身格鬥、兵器交鋒、追逐場面都有翻功夫片應有嘅質感。打鬥場面係完全撐得住㗎，動作設計唔係問題，甚至係港產片體系入面屬於合格以上。真正出事嘅係特技啊！當戲入面出現咗木製推車同新科技電單車追逐廝殺，之後仲有懸浮特版空中對決，特技問題就完全現形啊！畫面浮誇，冇重量感，同實景融合得極差，好似啲素材飄喺空氣入面。而家觀眾已經俾即時渲染、虛實融合、AI 後期訓練過視覺感官㗎啦。你再拎啲明顯有漂浮感嘅 CG 出嚟，人物同背景好似2層貼紙咁，光源色調都唔啱。所有合成鏡頭都喺度同觀眾講：呢啲係假㗎。一部講現代人對抗古代軍隊嘅戲，一旦世界唔真實，現代武器對古代兵器嗰種衝突快感就即刻變成卡通感。香港觀眾可以靠情懷去彌補啊，但內地觀眾唔會咯。唔係觀眾苛刻啊，係時代真係變咗啊！呢部戲最致命嘅係時間差，因為佢係停咗6年先至上映嘅。6、7年喺特效工業入面唔係輕輕落後，而係足足成個年代嘅差距。講翻劇情方面啊，電影本來有一個好清晰而且有哲學分量嘅核心對立 point。古天樂嘅項少龍要維持歷史唔可以改變㗎，
苗僑偉飾演嘅發明家就係要改變歷史，證明自己先係啱㗎。一個要殺秦王，另一個要保護秦王，呢個正反對立，本來完全可以撐起成部戲嘅戲劇張力㗎啦。苗僑偉咧，只要直接殺咗秦始皇，咁佢改變歷史嘅目標就已經達成啦。但電影咧，偏偏揀咗用苗僑偉發明嘅先進易容掃描儀器，話佢想變成秦始皇，坐上皇位繼續統治喎。戲劇元素係多咗，視覺刺激都係有啊，但係邏輯上係完全自我否定翻。因為易容變成秦始皇，歷史結果係冇變嘅，百姓眼中嗰個仍然係秦始皇，史書寫嘅仍然係秦始皇，歷史表象係完全冇變。咁佢口口聲聲話要改變歷史，實際上咧只係換個人坐同一張龍椅啫。其實原著項少龍拼死要支持趙盤代替嬴政坐上皇位嘅原理係一樣㗎，因為冇人知道嬴政已經死咗啊嘛，所以歷史寫落嚟亦都冇改變。呢樣就係原著嘅妙處啦。電影而家將呢個設計可謂自己打嘴巴，是好大嘅筆啊！當然你可以拗啊，日後苗僑偉做咗秦始皇之後，可以唔依歷史嘅軌跡去做，但係邊個知道後面咁遠嘅嘢啊？可能冥冥中秦始皇嘅命運真係咁咧，咁苗僑偉真係好傻啦，因為歷史上秦始皇10年後就要暴斃㗎啦。其實最大鑊令觀眾最混亂嘅係苗僑偉個角色啊，喺戲入邊前後講咗自己有3個動機，而且呢3個動機咧係互相排斥、會打交嘅。第一個係科學家嘅動機，改變歷史，證明自己係啱嘅，洗刷冤屈。咁最直接嘅方法前面講咗咧，就殺咗秦始皇啊嘛，拎證據翻香港洗脫冤名，名利雙收，簡單清晰，甚至唔需要同僱傭兵起任何衝突，各取所需就得啦。第二個動機，佢想攞翻失去嘅嘢，要大富大貴，令個女有好日子過。呢個同第一動機係可以並存嘅。咁啊要全面同僱傭兵合作啦，搬大量古代嘅珍寶翻現代，財富問題自然解決啦。根本冇必要長期留喺戰亂同疾病橫行嘅古代。你想學個女啊？留喺古代。第三個動機，佢要做皇帝喎，掌控天下。呢個係帝王野心啊！但係苗僑偉個角色咧嘅人物喺戲裏頭嘅行為咧，完全係撐唔起嘅。佢冇統治者嘅氣場，冇鐵腕嘅決斷，面對僱傭兵失控都唔敢硬嚟，仲成日俾啲小販班壓住。咁呢個唔係梟雄嚟喎，係誤闖亂世嘅知識分子。而且呢個動機同兩個上面個動機咧係邏輯上排斥嘅。做皇帝既然唔證明到自己喺現代係啱嘅，洗刷到冤獄亦冇辦法洗刷得到。亦享受唔到現代嘅富貴，咁3個動機同時存在，只會令到角色嘅思想咧4分5裂，傻下咁，成日都唔知搞到為乜。苗僑偉嘅動機混亂啊，直接拖冧埋佢同僱傭兵頭目嘅衝突呢個問題啦。理論上大家係可以合作嘅喎，苗僑偉想改變歷史嘅話，對方攞古物發財，一齊翻現代咪解決咯，冇衝突㗎。又或者苗僑偉就算想留低做皇帝，對方帶財寶走都冇必然嘅矛盾喎。但劇本夾硬要苗僑偉收埋個接收器，強行製造你哋翻唔到去嘅危機。咁苗僑偉咪揾事嚟搞自己捉蟲啫。呢啲衝突唔係由人物目標自然推演嘅，而係編劇用手硬推嘅。呢啲就係我話嘅 TVB 嘅關忌啦。再加上僱傭兵頭目演出咧係好表面嘅，奸到出汁擺喺塊面度嘅。正常人都會防佢啦嘛，但係身為發明家兼且仲想稱帝嘅苗僑偉，竟然毫無戒心嘅一住人物智商為劇情服務，忽高忽低，睇得人好難受啊！我講咁多呢個劇情嘅問題係因為好多影評咧，我睇到反而冇講到重點嘅，走去挑啲枝節啦，例如質疑先進易容掃描儀器咧會唔會令佢唔識變老啊？咁將來咪穿崩咯？呢種批評其實好唔周全嘅。有啲低嘅，你諗下苗僑偉本身係發明時光機嘅科學家，易容掃描技術都係佢發明嘅。以現代科技嘅水準啊，模擬老化同外貌變化根本唔係一個問題啦。邏輯上唔存在唔識變老而穿崩呢種低層次嘅漏洞嘅。真正嘅問題唔係喺技術細節上，而係整個計劃嘅歷史結果同人物嘅動機咧係互相排斥同矛盾嘅。總結啦，
尋秦記電影版咧係一部情懷極重、動作合格，但敘事邏輯咧充滿 TVB 劇集慣性，反派動機自我矛盾，特效質感咧落後時代嘅港式爆米花電影。佢可以提供你情緒價值，但撐唔起一部真正站得住腳嘅時空大片。如果你為咗重溫角色、回憶青春，佢係有效嘅。但係如果你期待一部邏輯同特技層面都夠堅嘅電影咧，你係絕對會失望。